拍的是第4首《微笑的眼睛》马达哇。这样子的时候，然后就发光了。因为我非常喜欢水晶球，然后我希望的是，当我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就听到的其实是马达哇预响的钢琴声，就觉得水晶球是一个圆满的感觉吧，然后跟带给无限梦想、希望的感觉。现在为大家介绍这一套是长辈风，没有啦，也是一个女神系列的一套。本来说我们说这是灰姑娘，其实是比较华丽的灰姑娘。你看到我的那个福大士伊恩为我准备了一个女设计师设计的一个葡萄树的葡萄树上的女人。这套衣服呢，一样是我们君爵老师的爱服。然后这套礼服之前刚开始觉得一看到的时候，觉得它很素雅，觉得很适合这首歌，因为这是一个灰姑娘未变身前的感觉，会让我想到不要忘记 MV 黄色那一套的衣服。女神风范，因为这首歌是比较浪漫，让她穿的这套有点像维纳斯女神，然后有点仙的衣服。对，然后第2套衣服我跟你讲，全台湾独家唯一一件会发光的白纱。跟预想合作的时候，就是你会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在弹琴的时候跟讲话的时候，很像诉说着这世界一切的多么的美好，即便他看不见，可是他却传递了很美的讯息给我们。于是就写了这一首《微笑的眼睛》，希望带给大家很多希望以及幸福的感觉。前年圣诞节一起演出之后，小爱她的一个灵感，有一天就突然说写一首歌要送给你这样，对，然后就觉得蛮惊讶的。但是听了这个歌，就觉得是一首雨过天晴、很美的感觉。那因为这是一首3拍的曲子，所以可能会带给大家一种有一点华尔兹舞蹈的那个感觉，很自在的跳舞的这样，那就帮他一起完成。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瓶颈，一整个很幸福，然后就写出来了。我先做好了一个 demo 一个版本，然后我在请预想再来弹的时候，结果没想到1、2次就超好听的。我们那天整个玩开，任何曲风都有，所以我觉得预想真的是太棒了，太棒了。我只知道我跟预想合作就是那种1、2次就 OK 的。1、2次就 OK。我们2019年圣诞节一起同台演出的那个过程，对，很好玩。我们算是圣诞节音乐会里面蛮失控的一组，因为我们在彩排的时候，我们都在玩。啊，对。